苏瑶，你今天别想躲了，乖乖跟我去和叶家大少爷订婚。哼，订婚？我嫁出去，然后将未来集团让给你吗？你还真是丝毫不遮掩。你以为未来集团你还能保得住吗？叶家现在得到了龙殿谢家的支持，而龙殿掌控着大夏无上权势，你只有这一条路可走。难不成你想让苏家都被你拖下水？龙殿。再说了，当年要不是你未婚先孕生下这个野丫头，你早就该联姻给家族创造利益。现在叶少愿意娶你，可是天大的福分。你胡说，佳佳才不是野丫头。那你爸在哪儿呢？有本事出来啊！我看也是个当缩头乌龟的窝囊废。不许你说我爸爸坏话，谁说我没有爸爸？他就是我爸爸，看你们谁还敢欺负妈咪！好叔叔，你最帅了，求求你当我爸爸一会儿吧，不然妈咪和佳佳就要被坏人欺负了。叔叔，你也老大不小了，我妈咪又漂亮又有钱，白送你当媳妇儿哦。佳佳，苏瑶，这个臭保安不会真是这野丫头的野爹吧？是又怎样？我苏瑶的男人还轮不到外人来说三道四，倒不如假戏真做，彻底堵住家族的嘴，是不是啊，老公？没错，老公。我爸爸今天回来了，你这些坏蛋还不快举手投降！看门狗，这事儿不是你能参与的。现在跪在地上学三声狗叫，说不定本少还能放你一马。你是没听清楚我说什么吗？他现在是你姐夫，嘴巴给我放干净点。我去，这娘们小辣椒啊！你敢打我，贱人！我今天就当着你的面弄死他，看谁他妈还不知好歹，敢出来找茬，给我打！老大，最好现在就别把命丢在这里。陆哥，要不你还是认个错吧。这个黑狐我认识，是咱们云城出了名的难缠人物，很多人都不敢招惹他。是啊，据说他可是传说中的武道宗师，这种人一拳都能打穿钢板。哈哈哈！现在跪还来得及。陆先生，你走吧，抱歉，这事不该连累你。妈咪别怕，在爸爸面前，他们都是小卡拉米。别胡说了，你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妈咪，爸爸可是大英雄，才不怕他们呢。小杂种，闭嘴！哼，还真是相亲相爱一家人呐！今天你们谁都别想走。佳佳说的对，宗师给哥提鞋都不配。小子，我说一个月几百块，你玩什么命啊？穿身保安队服，真把自己当五星上将了？废什么话？要打那就来。好，够狂！既然你找死，那老子就给你个痛快！苏北，快躲开！躲，来不及了，给爷死！什么？爸爸好厉害！就这，没吃饭吗？即便自封修为，本帅仍有真龙护体，早已无敌世间。我不过略微出手，就已是你这所谓宗师的极限。爸爸好厉害，打死这些欺负妈咪的坏蛋！堂堂武道宗师，连3岁小孩都打不过。哇，佳佳也跟爸爸一样变厉害了，佳佳也要打坏人。天啊，这不是做梦！你个臭！姐夫，咱们都是自家人，没事，我先走了哈。哦，你还不能走，你还得教我学狗叫啊！你真要把事情做绝！舅舅好像一条狗啊！妈咪，我就说嘛，爸爸可是超厉害的。你回去告诉家族，6年前我没有放弃佳佳，现在我也不会放弃未来集团。好，好，好，希望你不要后悔，叶家是不会放过你们的。欢迎找茬。妈咪是不是佳佳不好？这么多年，妈咪才这么累。怎么会呢？佳佳是上天赐给妈咪最好的宝贝。没事，我就先走了。或许是时候给佳佳找个爸爸了。陆先生，
陆先生，不如我们结婚吧？你说啥？结婚？不好意思，苏小姐，其实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，这么多年我也一直在找他。帅叔叔，你年纪轻轻娶了妈咪，可是少走了40年弯路啊！其实，结婚只是幌子，我是想让你当我女儿的贴身保镖，而且我还可以帮你寻找你喜欢的那个人。求求你啦，帅叔叔，娶了妈咪，我以后养老给你找小老婆哦。苏佳佳，我看你是皮痒了。这又是结婚又是保镖的，得加钱。没问题，1个月工资20万，还有额外奖金。另外，未来集团的事情你没权利干涉，等事情解决，我们可以随时离婚。成交。不过希望你小心一点，不要被我的魅力吸引爱上我。毕竟哥是你注定无法得到的男人。好耶，佳佳也有爸爸啦！佳佳的爸爸到底去哪儿了6年前，他父亲去了境外，就再也没回来。来，今天算咱们领证的大喜日子，尝尝我的手艺。哇，闻着好香啊！没想到你做饭这么好吃，米其林餐厅都没这么好的味道。嘿嘿，爸爸，你抓住了妈咪的胃哦。那可不，别说什么做饭、治病针灸、琴棋书画、赛车黑客，就没有我不会的。哇，爸爸好厉害！那敢问你都吹成全能特工了，为啥还要当个小保安呀？肤浅了吧？我这叫大隐隐于市，一遇风云，变化无常。爸爸这么厉害，以后妈咪就交给你保护了哟。小妮子，人小鬼大。晚上你不是还要参加同学会吗？这表你带上，放心，不贵，也就2、3千万。男人出门在外，总归要讲究一下派头。对我这么好，你不会这么快就喜欢上我了吧？你想得美，爱戴不戴。如果他就是佳佳亲生父亲，那该有多好。志豪，我到了地方了。我说了，我兄弟家的债算我头上。世豪，我要去当兵了。今天你罩着我，等你回来，我罩着你。我陈世豪发誓，以后一定1000倍、100倍的报答你。那我就等你发财了，兄弟。哟，这不是咱们的陆大班长吗？这么多年在哪儿高就啊？还真是，你不说我还以为是端果盘的服务员呢。陆北，叫你一声班长是客气，你现在就一臭看大门的。要不是世豪让我来，我也没兴趣参加你们这场聚会。陆班长，你不会真以为人家陈总还认你这个保安当兄弟吧？就是，人家陈总现在可是未来集团的部门经理，而你根本不配参加我们这些成功人士的同学会。兄弟，好久不见。哟，法拉利，看来你是说到做到了，以后我得跟着你混了。下去停一下我的车。什么？聋了吗？耳朵不灵光也能当看门狗？世豪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你不是保安吗？这不是你本职工作吗？还有，要叫陈总，别直呼我的名字，记好了，
看门狗。陆北，还不快谢谢豪哥给你一个开法拉利的机会？像你这种社会底层，恐怕一辈子都没机会摸一下这钥匙。就是，陈总1分钟赚的钱，怕不是都够陆班长1个月工资了吧？好了，现在陈总是什么人？即将成为未来集团的市场部总监，中流砥柱，拿这种下等人比，这不是拉低咱陈总的档次吗？是啊，今天与其说是同学聚会，不如说是咱豪哥的升职宴喽。豪哥以后可得多多照顾。世豪，我们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少他妈跟老子套近乎，还把我当成你上学时候的跟班呢。这些年你家生意早就破产，还以为自己是当年的公子哥。看清楚，现在我才是众人仰望的对象，你呢？给我擦鞋我都嫌脏。陆北，老话说得好，龙不与蛇居，虎不伴犬行。你一个保安有什么资格做豪哥的兄弟？还想跟豪哥混？豪哥，未来集团应该不缺苦力吧？是不缺，尤其不缺耳朵不好使。我上学时候真是瞎了眼才喜欢你，幸亏你退学当兵，我才有机会跟了比你优秀10000倍的豪哥。现在看来，我的决定还是很正确的。还是咱们班花看人准，我可是听说陆北娶了个2婚带娃的寡妇。不接盘的保安算合格的窝囊废吧？也是，他这种穷逼跟烂货也是旗鼓相当。真的没想到你也变了。人都是会变的，有些人越混越好，而有些人越混越像奴才。是吗？那祝你前程似锦。让开！来都来了，别急着走。怎么说也是熟人，不如把你家那烂货叫来，让大家开开眼界。跟你说话呢，没听见吗？看门狗！妈咪，佳佳想爸爸了，现在都10点了，爸爸还没回来，我们去接他回家吧。好吧，正好那个凌霄酒店是集团旗下的产业，我顺便好好招待下你爸爸的同学们。好耶，出发找爸爸喽！我不管你有什么觊觎，也不管你现在是谁，我今天是带着兄弟情谊过来庆贺你的升职，别把我们最后一分情面抹光。面，他妈敢打老子，是不是分不清状况？像你这种看门狗，我一句话就能让你失业。我想让你死，甚至不需要我自己动手，你也配跟我讲情面？你不就是看老子今天升职，硬蹭也要凑上来混个面子？事到如今还想占着要饭？陆伟，你是不是太他妈把自己当根葱了？你是这么想我的，可当时，呵呵，从读书开始，大家谁不知道你陆北是学霸呀？走到哪儿都是众人环绕，凭什么？老子哪点没你优秀？其实我真以为我们会一直是兄弟。兄弟，呵呵，现在的你真不配。看看现在被众星拱月的是老子，不是你。想跟我混，你得跪着跟。现在跪下，磕3个响头，叫声陈总，说不定我可以给你一次机会。不用了。陈世豪，从今天开始，我陆北跟你恩断义绝。喂，你在哪个包厢？不用，我现在就回。大婶儿，你就是陆北老婆吧？快到9号包厢来陪酒，不然你那废物老公恐怕连保安都当不成了。陪酒？你是谁？我马上到。我倒要看看这天底下得是多么又穷又丑的女人，才愿意嫁给你个没权没势的窝囊废。说我又穷又丑，这么多年还从来没人敢这样骂我。
苏总，您怎么来了？马上把我吩咐的东西带上来，我想看看到底是谁这么猖狂。我劝你到此为止。到此为止？他跟我说到此为止。陆北，你知不知道你得罪豪哥，就等于是得罪了未来集团？别说被开除，整个云城都没有你的立锥之地。到此为止，轮得到你说？就是，你还是好好想想，待会儿怎么跟你老婆一起求豪哥放过你一把。不如把这里的酒都喝光，爬出去。那种烂货也配喝这里的酒？这里随便一瓶酒都是他们忙活1个月都买不到的。那倒是，可不能浪费呀。不如给各位多加个项目，一会儿人来了，大家一起玩。不玩就是不给我陈世豪面子，到时候可别怪我不给你们机会啊！豪哥，就陆北那种人，能找到什么好货色？我还怕染上什么传染病呢。再让我从你的狗嘴里听到一句垃圾话，就不是一脚这么简单了。看来你真的是活腻了，你始终是不明白我们的身份天差地别。很快我会让未来集团介入解决。今天出了这个门，你那个贱人老婆跟野种都得跟着你一起饿死！老子说到做到。至于现在，给我打残，有事老子担着。哦，我真的很好奇，在这云城究竟是谁有这么大能耐，敢动我苏瑶的奶？来了。来了，老公。爸爸，我去，陆北的二婚老婆竟然这么漂亮，这身材气质，简直堪比顶级的明星女神啊！这怎么可能？你真是陆北老婆？怎么，很意外？长得好看有什么用？我看你也不是啥正经女人，不会以前是这里陪酒的吧？你应该庆幸，我只是个做生意的，这一巴掌换你一条命，你值得。坏女人，活该！豪哥，这婊子竟敢打我，你快给我做主啊！这个贱人，我一定要扒光她的衣服，让她跪下，跟我道歉！美女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有权势的男人才值得依靠。我是未来集团的新任总监陈世豪，陆北就一臭保安，不值得你依靠，不如以后跟我如何？未来集团总监，当然，给我打工的也配跟我老公比？苏总，您吩咐的50斤黄金，价值1500万；帕加尼怀软，价值3000万；凌霄酒店合同，价值1亿，皆已送到。吴秘书，这些是给我老公的礼物。恭请姑爷执掌凌霄酒店，特此奉上贺礼。姑爷，都拿走吧，你现在是我老公，你得给我面子。现在我老公的权势，你比得了吗？真是好一出糊弄人的戏码。要不是我堂哥陈勇就是凌霄酒店的总经理，我或许还真给你们骗了。对呀，豪哥的堂哥就是这儿的总经理，像股权转换这种事儿，怎么可能越过他呢？差点给他们糊弄过去了。这凌霄酒店还是未来集团旗下产业，哪能说转让就转让？你当你是谁啊？简直自寻死路！堂哥，你来的正好。这对狗男女妄言说接受凌霄酒店，像这种情况，咱打断他们手脚，不过分吧？老子把你祭天都不过分，混账！赶紧给老子跪下道歉！哥，你可是堂堂凌霄酒店的总经理，竟然让我给一条看门狗道歉！你好好看看我究竟是谁！
未来集团总裁苏瑶，苏总。未来集团总裁苏瑶，苏总，你真是瞎了狗眼，竟然敢对苏总和姑爷不敬！苏总，姑爷，苏总，我不知道是您。你没必要知道，因为你已经被开除了。陆北，以后你不当保安，这家凌霄酒店就交给你打理吧。苏总英明，我一定帮助姑爷好好经营凌霄酒店。苏瑶，谁允许你把苏家的产业送给这个臭保安了？你有意见？苏瑶，我这次来是替叶少通知你，赶紧将这个臭保安滚蛋，不然叶家就会对未来集团动手，尤其是你即将和龙店合作的项目。陆北，叶家可是整个云城第一世家，未来集团根本不是对手，我劝你赶紧逃命去吧。有我在，谁都动不了未来集团。你一个臭保安，连自己都保护不了，还想保护未来集团，真是可笑。你告诉叶少，我和陆北不可能离婚，更不可能放弃和龙店即将合作的项目。如果他想对未来集团动手，我随时奉陪。话说，你们怎么想起来接我了？是妈咪。当然是佳佳想你了，我就顺路过来看看。对了，我刚才的礼物你为什么拒绝？难道还惦记着去找你心里的那个姑娘？那当然了，我会一直找下去，一定会找到他。停车，下车。不是说好来接我的吗？爸爸，我晚上一个人害怕，你和妈咪陪我一起睡觉好不好？一起睡觉？佳佳听话，妈咪陪你睡觉就好了。爸爸打呼噜会吵到你的。妈咪，我做噩梦被车撞了，以后再也见不到爸爸妈咪了，我害怕。佳佳别怕，妈咪和爸爸一起陪你睡。你别乱看！我没看，你松手！爸爸妈咪，羞羞哦！陆北身上怎么有这么多伤痕？难道他也上过战场？苏总，不好了！叶家抢先和我们品牌代言人的叶倩签约，还污蔑集团产品造假。龙店已经问责，要取消项目合作了。什么？立刻启动紧急方案，找别的明星先顶上。苏总，我们试过了，现在没有明星敢接我们的代言。苏瑶，你别慌，我倒是认识不少明星，或许能帮上忙。你以前给明星当过保安，没用的，他们不可能搭理你。这可是价值100亿的项目，还跟龙店有关，我绝不能放弃。其实这事儿不用你操心，你在家照顾好佳佳，我要去公司处理一下。爸爸，你认识很多电视上的大明星吗？那当然啦。哇，爸爸好厉害，认识这么多大明星！佳佳，我去换衣服，我们找大明星帮妈妈代言，好不好？好呀，好呀。
陆北，真的是你吗？这么多年，你终于舍得联系我啦？阿姨，陆北是我爸爸。什么？你是陆北的女儿？好你个没良心的！当年救了我们之后就杳无音信，结婚都不告诉我们。就是，陆北哥，听说你离异带娃，要不跟我凑合凑合？你礼貌吗？好了，别闹了。陆北哥找我们肯定有正事。没错，我们赶紧去未来集团，我老婆还等着你们代言呢。哎呀，放心吧，我们的代言合同早就被你宝贝女儿拿走，现在估计已经送到了。吴秋雪，真的没有其他明星愿意接我们的代言了吗？苏总都问遍了，一个都没有。这次咱们集团恐怕是难办了。难办那就别办啊！苏瑶，你真是昏了头了，放着叶少不嫁，嫁给这个陆北那个臭保安，真是自取灭亡。苏南城，如果这场发布会失败，龙殿怪罪下来，未来集团甚至可能不复存在，你同样得不到。苏阳，李倩只是不和你签约，但是并没说不和我签约，我自然可以重新接手龙殿的项目。你该让位，否则你和那个臭保安还有未来集团都将万劫不复。我告诉你，我不会和陆北离婚，更不会放弃未来集团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。苏瑶，既然你硬要和这个臭保安在一起，那就别怪我翻脸无情了。告诉大家一个不幸的消息，李倩小姐因为苏总个人造成的产品问题表示失望，拒绝了签约代言。未来集团股价短短10分钟蒸发了100亿，像这样的无能无德的领导，坑害投资者的钱就应该滚下台。请大家再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一定会挽回集团的声誉和股价。别垂死挣扎了，苏瑶，我告诉你，你们集团已经被我们整个娱乐圈封杀。苏瑶，要怪就怪你自己选择了一个废物老公，他根本没有人脉来帮你。看到了吗？集团股价已经蒸发过半，如果你再不交出集团，那么集团就将破产倒闭。苏总，我听电话里说顾烨好像认识不少明星，要不你让他试试？没用的。别想了，除非你那个保安老公能叫来大厦那几位女神天后，否则就是18线小龙坡都不可能跟你签约。我说的。谁说我爸爸请不来明星？3个大明星姐姐已经答应给妈咪的公司代言，这就是合同。佳佳，这真是你爸爸给你的？那当然了，妈咪，爸爸可是无所不能哦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不是说好娱乐圈全体封杀吗？我倒要看看谁敢违抗叶家的封杀令。李子琪、徐玉飞，竟然是大夏3大顶流女神！什么？竟然是大夏3大女神啊！天了！如果这是真的，那么未来集团将会一飞冲天。野丫头，你这保安老爸说什么你都信啊？我还说3大女神都是我老婆呢，真是可笑至极。3大女神何等权贵，胆敢冒充代言合同，你们未来集团罪加一等，彻底完蛋了。3大女神早就不接代言，陆北又怎么可能请他们出来代言呢？苏瑶，还有最后5分钟，如果集团还是无人代言，那么公司就会退市破产，更是破坏了和龙殿合作的项目。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？我不会放弃，哪怕无人代言，我就为自己代言。未来集团也不会向叶家低头。既然你一意孤行，公司的股东们可不。苏瑶，你不该嫁给一个无权无势的保安，
我们不能看着你父亲一手创办的未来集团毁在你手里。苏总，公司如果破产，你难道要看着上千名员工失业吗？你对得起你死去的父亲吗？你们都是我一路提携上来，到头来竟然背叛我！哼，我们都是为了集团利益，除非你能解决代言危机，否则就把集团交出来。你们不能欺负妈咪，爸爸已经找到女神姐姐代言了。野丫头，还指望你那废物保安老爸呢？这就是一堆厕所都用不上的废纸。佳佳，苏南城，你混账！苏瑶，很遗憾，时间到了，未来集团就像这些假合同一样，彻底完蛋。佳佳，爸爸来了。妈咪，爸爸已经把女神姐姐们带来啦。哈哈，你那废物老爸还敢过来？他来有什么用啊？正好看看自己重新变成一个社会底层的穷光蛋。李子琪、徐艺菲、赵婉儿，竟然真的是三大女神！天啊，我这是在做梦吗？三大女神同时亮相，这是要轰动整个大夏的大新闻啊！头条，这不可能，这不是真的，一定是演员，演员！三大女神不是早就不接代言了吗？她们竟然同时出现！谁给你的胆子撕毁我们的合同？三位女神小姐，你们有所不知，全都是因为这个臭保安，竟然说是他请你们过来代言。就是陆北请我们过来的，你有意见？三位女神小姐，你们真是陆北叫来的？没错，陆北叫我们过来代言，我们自然要来。三位女神，这未来集团产品造假，就快要破产了，你们可不要被这个小保安给骗了。没错，未来集团得罪了叶家，已经被娱乐圈封杀。闭嘴，这里轮得到你说话吗？我们想替谁代言，他叶家还没资格干涉。三位漂亮姐姐，你们三个到底谁给妈咪公司代言啊？苏总，我愿意投资20亿，希望可以代言未来集团。苏总，我愿意投资50亿，希望可以代言未来集团。苏总，我愿意投资100亿，希望可以代言未来集团。陆北，你究竟是谁？我可以，选我吧，陆北哥。我的天，我可以。第一次见三大女神主动花钱去抢着代言，这不是在做梦吧？小孩子才做选择，我全都要。我是要他们全部都代言未来集团。对啊，三个大姐姐这么漂亮，一定要都给妈咪公司代言。既然三位小姐决定代言，那么我们正式签订合同吧。三位女神小姐，未来集团可是得罪了叶家，叶家更是和传说中的龙殿谢家合作。你们确定要为了这个臭保安同时得罪2大家族吗？是啊，三位前辈，陆北就是个看大门的，你们可千万别被他给骗了。我燕京李家何惧他叶家和谢家，倒是担心你自己吧。混账！你都干了什么？竟然惹怒三大女神，你已经被永久封杀！怎么会这样？妈的，又是这个臭保安坏事！现在还破坏不了苏瑶这贱人和龙殿合作的项目，我们快去禀报叶少。陆北，这么多年不见，你可得好好款待我们。陆北哥哥，来抱抱。各位美女请自重，我可是有妇之夫。你和他们3个挺亲密啊。他们是演员，一个个都是戏精。我看是狐狸精吧。妈咪，小心狐狸精姐姐把爸爸抢走。就嫌你话多。北哥，我在云城人生地不熟的，需要你贴身保护人家吗？不可能，陆北还要保护佳佳，可没空保护你。明星大姐姐，爸爸是佳佳的，不能给你哦。谁说他是你爸爸？你这个逆女，你还知道有我这个妈呀？要不今天的新闻发布会，我都不知道你竟然背着我找了一个小保安当老公。伯母，你放心，
既然现在已经是夫妻关系，我自然会照顾好苏瑶。照顾？我看你就是狼子野心，不光骗了我女儿，现在还得罪了叶家，甚至会连累我们整个苏家。妈，今天多亏陆北帮忙，未来集团才能度过这次危机，你可不能冤枉人家。糊涂！自古以来门当户对，叶家已经放话，如果你不答应，那么他们就会让云城城主云鸿运查封未来集团，这是上层人的权利，不是找来几个明星就能解决的。伯母，你又怎知我没有权利背景？我说，人家虽是明星，但也不是傻子，这可是和龙店合作的项目，他们得到消息后自然是上赶着来代言，和你有什么关系？啊，对对对，他根本无权无势，你们大门大户的不登对，要不把他让给我？小保安，你能有什么背景？区区一个云城而已，伯母眼光未免狭隘。哼，你们今天必须给我离婚！妈，陆北是为了我得罪叶家的，我不可能现在和他离婚。姥姥，不要赶爸爸走好吗？叶家势大，我们实在得罪不起啊。3天后就是你爷爷的寿辰，都说我们大房丢了苏家的人，妈妈这辈子被人看不起，妈求你了，离婚吧！离婚？离婚好呀，北哥，你离婚了我就嫁给你。姑奶奶，你能不能别胡闹了？谁胡闹了？户口本我都带了。我真和他清清白白，这是他个人行为，别当真。北哥，他们看不上你是他们有眼无珠，你跟我走呗，我保证伺候你舒舒服服的。看不出来，你个小保安花言巧语倒是有一手，连这么个大明星都被你忽悠的团团转，我更不可能让你和瑶瑶在一起。陆北，难得女神示爱，不如你就答应了吧。本来我们就不合适，或许我不应该把她卷进来，她应该有自己的幸福。我说过会保护你和佳佳的平安，这点职业操守我还是有。哼，叶家指使云城主就要查封集团，你能抗衡得了吗？没错，陆北，叶家如今攀上龙殿谢家的关系，城主府都俯首听命，恐怕在云城只有隐居的逍遥王出面才能与之抗衡。我们只是，哼，就他家一个小保安，要是能请来传说中大夏萧王4王之一的逍遥王，老娘我不但认他这个姑爷，还天天当端茶送水的伺候。逍遥王，6年不见，没想到逍遥王这小子竟然来了云城。婉君，放下我，我会拖累你的。小楚，记住，不抛弃，不放弃，这才是龙殿之魂。逍遥王那等英雄人物，确实不是我们有资格接触的。那倒不一定。走，我带你去一个地方。陆北，你抽什么风？这是什么地方？逍遥王他家。什么？什么？逍遥王？你怎么知道他住在这儿？我带你前来，自然是请他出山。陆北，你别胡闹了，万一惹怒逍遥王，我们未来集团可就彻底完蛋了。何人胆敢擅闯王府？小子，怎么不认识我了？完了完了，得罪了逍遥王，彻底没救了。哎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捂什么捂？这是我老婆，现在暂且别让她知道我身份。我在调查当年的事情，提前暴露可能会打草惊蛇，对她没好处，明白？五哥，这是我战友小王，当兵时带过他。原来如此，那你住在逍遥王府，那您一定是逍遥王的私人管家对吧？管家？我？没错，他就是逍遥王最信任的管家。是嫂子，有事儿找逍遥王和找我是一样的，保证给你办得妥妥当当。陆北，这一次是叶家和云城主联手，逍遥王不会轻易帮助我们集团的，别让王管家为难了。什么？云鸿运那老匹夫竟然欺负嫂子，看我不踏遍城主府！
注意你的身份，别动不动就喊打喊杀。对，不过嫂子放心，只要我去给逍遥王吹吹枕边风，保证他一定帮你的公司撑腰，灭了云红运那老王八蛋。枕边风？那叫耳边风。啊，对，耳边风。你这兄弟和逍遥王难道是？不是，正常的。不过你放心，这事儿绝对好办。啊，请坐。嫂子，我也没什么见面礼，这是逍遥王的绝世宝剑，不如今天就送给你了。嫂子，到时候若是那云老匹夫敢威胁你们集团，你就一剑砍了他，叶家出手，你再一剑。那王管家，这逍遥王的宝剑我可不敢要。对，人家逍遥王的宝剑你别乱动，真把自己当逍遥王了，快放回去。听北哥说，嫂子你现在是在管理公司？没错，云城的未来集团就是我目前负责管理。怎么说也是我哥的媳妇儿，不如北王集团也送给你管理吧。啊！逍遥王的生意，小王可以负责。一旦和北王集团合作，那么云城主必然不敢对我们集团动手。真的吗？那这次恐怕要辛苦王管家了，回头我一定厚礼相谢。王爷，家里来客人了。王爷，这个他小名叫小王，就爱让别人叫他王爷。这小子就喜欢装。原来如此，他要真是王爷，那你不得是传说中的武安君了啊？不可能的事儿。嫂子，这是北王集团注资100亿的合同，以后未来集团也算和我们逍遥王家达成合作。不好了，云城主已经带人来查封集团，我得立刻赶过去。有意思，带出的人越来越多了。是，王府禁军听令，立刻集结，随我前往未来集团。恭迎城主大人。叶少有令，未来集团该关门了。云城主，不知你大驾光临，所谓何事？少给我装糊涂！苏瑶那个贱人在哪儿？快让他滚出来！今天未来集团不交给我，那就要被查封倒闭。南城，你和你姐都是一家人，你非要做这么绝吗？谁他妈和你们是一家人？找个保安当赘婿，你们大房活该倒霉，根本不配待在苏家。坏舅舅，你再欺负姥姥，小心爸爸饶不了你！闭嘴！你个小野种，也配叫我舅舅？我今天非得好好教训教训你！住手！佳佳可是你外甥女，你怎么可以如此心狠手辣？苏瑶，你终于舍得出来了。不过你和你那个保安老公的死期也到了。苏南城，现在法治社会，未来集团可不是你想封就能封的。苏总，你放着叶少那样高贵的大人物不嫁，嫁给一个臭保安，还有王法吗？还有法律吗？不给叶少面子，你就当不了未来集团的总裁，做不成和龙店合作的项目。龙店项目合作，我准备了6年，是我跟龙店搭上关系的唯一机会，我绝不可能把它交给叶家。你没机会了，因为从今天起，未来集团将会被永久查封。还有你那个废物保安老公，今天我也要带走。闺女，你爸走得早，妈没用啊，要不你就嫁了吧，或许叶家不会亏待你的。妈，你放心，我和集团都不会有事的。而且，我老公你们现在也动不得。动不得？在云城，还没有我云红运不敢动的人。苏瑶，
你个贱人装什么呢？那个废物保安是浑身长刺了，还是长翅膀了？我们有什么不敢抓的？一个废物保安能有什么背景？10分钟之内，我要他跪在我面前叫爷爷。我来了，你敢抓吗？听说有人要叫我爷爷，我看看是哪个不成器的孙子。你个臭保安，公然侮辱城主大人，找死！来人，将这个废物拿下！这是逍遥王旗下的北王集团的合同，敢问城主，现在逍遥王都注资的未来集团，你封杀得了吗？什么？逍遥王？瑶瑶，难道这个小保安老公真有些权势背景，而且和传说中逍遥王有关系？妈，其实小子，生前靠些花言巧语迷惑了几个戏子，现在都敢说自己和逍遥王搭上了关系了。这份北王集团合同上连个印章都没有，一看就是假。一条开门狗披上狼皮，它真就还是狗？莫非这合同真是假的？王管家毕竟不是逍遥王本尊，这合同万一不被成功，可真就完了。这合同有没有效，自有逍遥王定夺。你有何资格说三道四？真的没有印章？你这个保安真是好大的胆子，敢冒充逍遥王的合同！哈哈，你个臭保安真是够蠢的，连逍遥王的合同都敢伪造！你们这一家子都给进去给我吃牢饭！哼，你说这合同是假的，万一要是真的，你们难道就不惧逍遥王的怒火吗？装腔作势，本城主就先踩碎这假合同，再踩碎你这个臭保安的脑袋！怎么，我逍遥王府的合同也有人质疑？王管家，你终于来了。北哥，我调动禁军来迟，让嫂子受惊了。嫂子，北王集团已经通知下去，马上就会派人过来正式签署合同。来了就好，有条老狗在这里叫了半天，给他们赶出去。敢问阁下，你跟这个傻子保安是什么关系？傻子，你好大的狗胆！混账！敢打本城主！在云城，就算超然世外的逍遥王府，老夫与他们的禁军统领徐明大人有几分交情。敢打老夫的脸，你最好有些身份，不然我让你和这个臭保安死无葬身之地。徐统领跟你很熟。陆北，王管家终究不是逍遥王，真和城主撕破脸，恐怕不好收场。放心吧，他可以替逍遥王做所有决定。怎么怕了吧？我告诉你，在云城是龙给我盘着，是虎你给我跪着，听明白了吗？想替这个臭保安出头，你有这个实力吗？他可是在冒充逍遥王的合同，这是灭族的死罪，你护得住他吗？在大夏，很久没人敢这么跟我说话了。睁大你的狗眼，好好看看这是什么！逍遥，难道你们是逍遥王府的人？云城主，现在我这兄弟打你，有问题吗？莫非阁下就是传说中的逍遥王殿下？他若是逍遥王，那陆北你究竟是何人物？云红运，我给嫂子公司注资合作，你竟敢来查封，是不给我面子！瑶瑶，看来是妈妈错了，你这保安老公还真有来头，连逍遥王这种大人物都要听他的。完了，又误会了。城主大人，如今逍遥王亲至集团合作，看来你今儿个请回吧。走，等等，逍遥王，差点还真被你们唬住了。一个废物保安也能请来逍遥王？没错，我记得刚才苏瑶还叫他王管家，现在又成了逍遥王。你们撒谎之前难道不对一下口风吗？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，不仅伪造逍遥王府的合同，甚至还敢冒充逍遥王，罪该万死！我们没有，王管家确实是逍遥王府的管家，这也确实是北王集团的合同。哼，管家，我可是有幸见过逍遥王府的管家，根本不是此人。两个废物还想装人上人，
你有那个命吧？小王，看来这些年你在云城混得不行啊，一个小城主都敢质疑你。北哥，是我失职，多年没有出来走动，看来有人已经忘记了对于王府的敬畏。小徐差不多该到了吧？你们两个还演上瘾了？难道不知道逍遥王每次出行都会有3000王府禁军随行，还想装逍遥王？你们也配？苏瑶，你这个蠢货保安老公找人假冒逍遥王，恐怕我都不用动手，逍遥王府听说也会来取你们狗命。陆北，你说逍遥王不会怪罪我们吧？毕竟一切交给我。小王，云城的城主该换一换人了。哈哈哈，可笑，在云城我就是遮天的云，你们谁能动我？哦，那从今天开始你就不是了。有王令在此，可以随时罢黜你的城主之位。我呸！还王令，为了一个臭保安来送死，你可真够愚蠢！小子，把你关进大牢，日日酷刑伺候。我看你这徐慧兰和老婆都很不错，我很喜欢。到时候我当你的面玩死他们。陆北，你不是很能打吗？咋不弄死我呢？在看这个小野种，怎么，打算认怂？陆北，殴打城主，你完蛋了！是他完了。来人，给他们这群贱民统统拿下！王府禁军前来报道。云城主，王府禁军已至，现在你还觉得我们是冒充的吗？不敢！你个狗东西，竟然敢以下犯上，不知死活！是小的有眼无珠，大水冲了龙王庙啊！从今往后，只要你们让小的往东，小的绝不往西啊！哦，对了，云城主，你刚才说在云城主，你就是王法。大人，您说笑了，现在是法治社会，就应该让苏总这样的优秀人才管理企业，城主府一定大力支持。叶凡，你带人来这里干什么？未来集团不欢迎你。苏瑶，你不仅敢撕毁本少的婚约，嫁给一个臭保安，还想要染指龙殿的项目，未免太异想天开了。叶凡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想怎么样？很简单，我要你交出跟龙殿合作的项目，并且跪在地上求老子原谅，亲眼看着老子给这个臭保安碎尸万段。不可能！我为了求得龙殿合作，花了整整6年，绝不可能就此止步。叶少，这里可是未来集团，王府禁军就在这里，你还这么无法无天吗？无法无天？你要干什么？叶凡！老子就是天！苏瑶没告诉你，就连逍遥王见了我爹都得平辈论教。一群拿着鸡毛当令箭的东西，也敢在我面前装腔作势！3秒钟，跪在我面前，不然他就得死。松开你的脏手，除非你不想要。松开你的脏手，除非你不想要。你就是那个保安，敢抢我女人，说吧，你想怎么死？叶少，你有点太放肆了吧？真当大夏律法为儿戏哟！没想到逍遥王府都为这个臭保安撑腰，难怪他胆子这么大。可惜王法还管不着老子。
没想到今天在这里竟然能遇到逍遥王府的高手，真是幸会。难道阁下就是曾经的龙殿杀人王杜月笙？记得当年我命龙殿除掉杜月笙，看来幕后有人将他暗中保了下来，难道跟叶家有关？龙殿杀人王杜鲁在此，这下他们全部都得死！没想到还有人记得老夫，不过今天你们得罪了叶少，马上就要被老夫打死，也算死得明白。北哥，嫂子，让我先会会他。用力！你竟然突破了宗师境界，达到了半步武王，大胆，竟敢对王爷动手！老夫说了，今天就是你们的死期，谁也拦不住。大哥，你是知道我的，我只擅长带兵，实在不擅长单挑。我给你们10秒钟，现在走的不用死。至于你，一只手是你给我，还是我自己过去拿？哈哈哈哈哈！搞笑！臭保安，知道老子带了多少人吗？不光有半步武王的杜老在，外面更是有足足200宗师。你动手试试！区区200蝼蚁罢，就是千人万人又如何？时间不多喽。陆北，你别冲动，连王管家这样的王府高手都打不过，你上就是送死。听我的，你赶紧走，我想办法拦住他们。叶凡，我答应你的婚约，行了吧？你放他离开。我不答应。妈咪别怕，爸爸会打走这些大坏蛋的。害怕了吧？趁我爸爸还没动手，还不赶快逃跑？嫂子，放心吧，有北哥在，这些不过是一群土鸡野狗罢了。死到临头还不自知，现在老子就送他上西天！陆北，你别逞强了，一切因我而起，就让我结束这一切吧。想走？晚了，外面现在有200宗师高手包围，你今天别想活着离开这里，耶稣也救不了你。我说的。放心吧，我会保护你和佳佳还有你的公司的，别忘了，我可是这里的保安啊。我出去清理一下外面的苍蝇，可别影响你公司开门做生意。既然你这么想死，那么我成全你，带他出去，打断他身上的每一根骨头。陆北，你疯了！他们真可能会要你的命的，别去！叶凡，无论是婚约还是未来集团，我答应你了，你千万别伤害陆北。放心吧，我会留他一条狗命，然后好好看看你是怎么成为我手上的玩物。苏瑶，睁大你无知的眼睛，好好看看你这个废物的下场。还有吗？小子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你受伤了，怎么身上全是血？血都是别人的，你老公可是王牌保安。外面不是有200个宗师吗？没这么多，一群小混混罢了，下下就跑了。还好，我以为也就100多人吧。看来苏南城没有撒谎，你个臭保安还真有2下子，不过也就到此为止了。杜老，废了他！小子，老夫承认你有些本事，但是武王之下，再厉害也终究是蝼蚁。竟然是传说中的武王高手，陆北，连逍遥王都败给他了，你不是对手的。老婆，你放心吧，
他们就是唬人的，什么狗屁武王宗师的，都是噱头，混账！王不可辱！老夫先打断你的腿！这怎么可能？老夫怎么可能会败？我这一拳20年的功力，你挡得住吗？这究竟是什么武功，竟能击破老夫的武王躯？想学啊你？我教你啊！我输了，疯了吧？杜老可是半步武王，怎么可能打不过你个废物保安？陆北，那个杜老可是连王管家这样的王府高手都打不过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妈咪，我就说了，爸爸一定会保护好我们的。老婆，别瞎想了，不都说了吗？保安，保安，保你一生平安啊！臭安保，你敢动我一根汗毛，明日苏家鸡犬不留！算了，让他走吧，我们终究得罪不起叶家。行，给我老婆个面子。不过，叶少，我的鞋上不小心沾了血，给我擦干净。一个臭保安，你什么身份？一个贱民而已，也配让我擦鞋？陆北，你太放肆了！叶家背后有龙殿谢家撑腰，这仅仅是开始。再说一遍，给我的鞋擦干净！今日之耻，改日定当100倍奉还。别改日啊，现在就还啊！我等你。陆北，你这么厉害，为什么要来当保安？格局小了，我20岁当保安，少走40年弯路啊！我没跟你开玩笑，你可能不知道，叶家背后有龙殿谢家的支持，谢家现在掌控着龙殿的滔天权势，不是你一个人的力量可以抗衡的。龙殿，我记得你不是正在跟龙殿进行项目合作吗？我也不打算瞒着你，我之所以费尽心机接近龙殿，其实都是为了佳佳。佳佳和龙殿有关。 6年前，爷爷曾经告诉过我，佳佳的生父与龙殿有关。可惜后来爷爷陷入瘫痪昏迷，线索也就断了。所以你接近龙殿，就是为了找到佳佳的生父，对吧？对不起，陆北，我要等那个男人回来，我要给佳佳一个没有遗憾的家庭。 6年前，龙殿还是在云城，这未免有点太巧合了。难道苏瑶就是？看来得想办法让苏老爷子恢复清醒，就能得到真相。对了，明晚爷爷过大寿，你得陪我和佳佳出席一下。没问题，这第一次进门，看来我得准备一份寿礼。不用了，你随便买的东西，他们肯定刁难你。我来准备吧。明日给我准备3份寿礼，尤其是准备一份可以治疗瘫痪的灵丹妙药，我要去给苏老爷子祝寿。谨遵率令。 你们看，这就是苏瑶和她的保安老公，据说昨天还把叶家大少爷给打了。什么？苏家老爷子现在瘫痪在床，苏家又陷入了经济危机，如今得罪了叶家，恐怕是要完蛋了。奶奶，祝爷爷生日快乐！这是陆北，也是我老公。苏老太君，祝老爷子长命百岁。瑶瑶，婚姻大事乃是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，你可不要胡闹。就是，奶奶，今天爷爷大寿来的都是达官显贵，他一个臭保安根本就不配进我苏家的大门。行了，都是一家人了，当着这么多客人的面吵吵闹闹，像什么话？大嫂，话可不能这么讲。苏瑶和叶少有婚约，这个臭保安算哪门子苏家人？苏瑶这个蠢货，自己被骗了还替这个臭保安数钱呢！来人，给这个废物打出去！你敢！我算是看出来，你们无非看重钱财权势，
那么敢问各位，又怎知我是龙是虫？哼，不知天高地厚。一个小保安还能是真龙不成？那既然苏瑶带你来给苏老贺寿，想必一定带了厚礼吧？拿出来给我们开开眼。我这个傻姐姐虽然不争气，但好歹也是苏家大小姐。你陆北第一次以她老公的名义登门，怎么都得拿出点像样的礼物来才像话吧？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就看一下礼物再说。哟，你臭保安还好意思提礼物？不会是送些烂水果、破衣服吧？我们苏家可不收破烂。谁说陆北没有准备礼物？爷爷向来喜欢书法，这是刘大谦的山水画，也是陆北为爷爷准备的寿礼。一幅破山水画，谁知道是真是假？以这个臭保安的低劣秉性，恐怕是地摊上买来的吧？哦，说我老婆的寿礼不齐，你们的寿礼又是什么？那我就给你这小保安开开眼吧。极品玉蟾蜍，价值1000万。还有叶家的项目合同，价值10个亿。10个亿！妈，有了叶家这个合同，我们苏家的经济危机就有救了。还有这第3件礼物，100年雪山人参1株。100年雪山人参，这可是北境龙殿才有的圣物，多少大人物求都求不到。服用不仅可以延年益寿，更是身份的象征。老太君，爷爷常年瘫痪在床，我特意取来这100年人参，希望能治疗老爷子的病。南城啊，你有心了，奶奶很欣慰。瑶瑶，结婚还是讲究门当户对，你这个保安老公给不了你幸福，你就应该嫁给叶家大少爷。臭保安，看清楚了吗？这就是我的实力，你能拿出哪一件？你这些破烂货色，我是一件没有看得上。这样档次的寿礼，也配拿出来丢人显眼？混账东西！你知道这些东西值多少钱吗？要是有损坏，你全家都不够赔。陆北，走吧。或许我不该带你来的，让你也受人白眼。这些我会赔的。放心吧，我早有准备，以后任何人都别想欺负你。早有准备？好啊，拿不出来就拿你这条贱命来抵。不用了，别让这种目无尊长的混账在寿宴上给我招晦气。来人，把他给我拖出去。老太君别急啊，我可是给老爷子准备了无价之宝作为寿礼。妈，我看这陆北或许并不是一无是处，不如看看这礼物到底如何。寿礼到！奉陆先生之命，奉上9转长寿丹、极品龙形和田玉以及至尊圣令。装神弄鬼，还调动无上财富，你怎么不说你就是大夏武安君呢？这你都知道，你智商见长啊！别闹，陆北。老爷子，我当什么呢？一个破药丸吹成无价之宝，你当我们都是傻子吗？苏瑶，你这男朋友可真够可以的，过大寿给爷爷送药丸，这礼物可真够吉利的。药丸？我看是你这保安药丸！来人，给他拖出去，好好长长记性。奶奶，不要！老婆，别害怕，这第1份寿礼约长寿，乃是9转长寿丹，服用不仅可以治疗老爷子的瘫痪，更是可以延年益寿。什么？9转长寿丹？哈哈，你个臭保安是疯了吧？还长寿丹？苏瑶，你还不赶紧带他去检查检查脑子！奶奶，这是天上的蟠桃，服用还可以长生不老呢。就是妈，这个臭保安吹牛也不挑地方，真当所有人像我这个傻姐姐一样好骗吗？苏瑶，你们这一家子是要给我气死吗？都给我滚出去！依我看，这家伙估计就是想凭借一个破药丸进来蹭吃蹭喝，毕竟这么豪华的宴会，他这辈子都没见过。奶奶，我相信陆北不会骗人的。
即便这长寿丹不能延长寿命，肯定也有保健功效。你竟然还帮这个骗子保安说话，你是要气死我呀！啊！爷爷怎么了？快叫救护车！苏瑶，都怪你这个废物老公给爷爷招了晦气。要是爷爷有个3长2短，我要他给爷爷陪葬。老爷子心脉衰竭，恐怕等不到救护车了，快把长寿丹给爷爷服下。真是疯了！这个破药丸估计就是路边摊买的，你是要害死老爷子吗？拿来，我是要救老爷子的性命。不行，作为苏家的一份子，我绝对不允许你喂爷爷吃来历不明的药。谁知道你安的什么心？二婶儿，你凭什么这么说陆北？生死关头，我相信陆北不会开玩笑的。瑶瑶，你非要喂老爷子吃这个臭保安给的药，也不是不行，但如果救不活，你必须得负全部责任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如果救不活老爷子，你就得把未来集团总裁位置让给南城，并且家产也得让出来。没错，答应这2个条件，才能让陆北给老爷子喂药。这不可能！你们休想趁火打劫！好，我答应你们。瑶瑶，他们就是想夺走苏家的控制权，你不要上了他们的当。妈，我相信陆北，他一定可以救活爷爷的。我早知道这药不管用，他一个小保安哪有那么大本事？完了，咱们大房看来真的在苏家待不下去了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苏瑶，记得未来集团的总裁席位，今后就归我了。爷爷吃了药，虽然没见好，但也没有变得更差。等医生来了，自然能说清楚。少废话！爷爷若真是有个3长2短，我让你这对狗男女统统滚出苏家当乞丐！嘴巴给我放干净点！我陆北一生行事，何须向尔等解释？我看你是欠收拾！来人！这不可能！这不可能！老头子，你真的醒了！爷爷，你的腿能站起来了，头发都变黑了，年轻了不止10岁啊！陆北给你的药真的是长寿丹，我这个保安女婿，难不成还是位神医不成？世上怎么可能有如此神药？依我看，这肯定是之前我送给老爷子的那些补品起的疗效。对，南城之前可是给老爷子送了许多珍贵补品服用，可不是你这枚破药丸能比得了的。你们真是睁着眼睛说瞎话！明明是陆北的长寿丹救了爷爷，你们刚才拦着不让喂药，现在竟然还想抢功劳，简直无耻至极！马二房这些吃里扒外的东西，要不是我吃了这长寿丹，恐怕现在都要入土了。以后苏家就得听苏瑶的，你们赶紧给我滚出去！爸，爷爷，话可不能说太满。苏家的经济危机还没解决，我不信这个臭保安还能有这么好的运气。就是，到时候苏家还有未来集团都要完蛋了。要想来求我们，门都没有。南城，我们走。苏家需要钱，我可以帮陆北出。李小姐，久仰上京李家的大名，你是我这孙女婿的朋友。没错，苏老爷子生日快乐！我这次可以帮助苏家解决经济危机，但是希望苏老爷子可以满足我一个心愿。李小姐，但说无妨。
老夫一定竭尽全力办到。你们苏家不是看不上陆北这个女婿吗？不如退婚，让我来嫁给他如何？我去，我没看错吧？京圈天后李子琪竟然和苏家大小姐抢一个保安当老公，关键是李子琪竟然上门倒贴，我怕不是在做梦吧？李小姐，你没跟老夫开玩笑吧？陆北是我孙女的老公，这你可不能破坏他的婚姻呐！好呀，惹得一身烂桃花，狐狸精都追到家里来了。冤枉啊！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如此恬不知耻，我可是守身如玉，要不你可以亲自检验一下。胡说什么呢？晚上回家要不要看？李小姐，你的好意我们心领了，不过我的老公我来养，还轮不到你来操心。你说是不是啊，老公？没错，我老婆需要钱，我给她便是。就是，我这女婿本事可大着呢，一定可以帮助苏家渡过难关。既然北哥你坚持，我也不强求。不过现在叶家和谢家联手，恐怕苏家在云城根本借不到任何资金。北哥，要不你就从了人家吧，钱你随便花。哪有他说的那么邪乎？老婆，你拿上刚才送给爷爷这枚龙纹令牌，只要去龙殿在云城的银行分部，想要多少钱就取多少钱。你又在吹牛了吧？我要取10个亿，难不成你存款有那么多？我信。瑶瑶，要多听你老公的话，我一看他就是有本事的男人。那这就叫眼光，你跟咱妈好好学学吧。妈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也跟着胡闹？我信陆北的话。走，瑶瑶，我陪你一块儿去龙殿云城分行取钱，万一是真的，咱们苏家就有救了。小陆啊，你将我的病治好，老夫很是感激。但是，你恐怕不能和瑶瑶结婚。老爷子，这是为何？其实，我这也是为了你们好。你可知道，家家那孩子的生父乃是何许人也？听苏瑶说，那人似乎来自龙殿。其实家家的生父不仅来自龙殿，而且乃是那传说中的龙殿至尊武安君。你说什么？医生，我让你动了，起来。你知道我冒险动用了龙殿杀人王杜老冒了多大的风险吗？谢战将，我也没想到那个陆北那个小保安竟然能打败杜老。保安是白痴吗？杜月笙的实力虽然在龙殿不算什么，但区一个保安能打败半步武王，这明日乃是我谢家执掌龙殿、君临天下的关键时刻，不管这个陆北来历如何，也绝对不能挡我谢家的路。明白，谢战将。我刚从苏家的眼线口中得知了一个惊天秘密，就是那苏瑶生的女儿可能是曾经吴安君的孩子，身上还有龙殿传说中的龙符。安君的女儿，此话当真？谢战将，千真万确。6年前，苏瑶那贱人当年确实未婚先孕，而且留下了一枚龙符，我曾见过一次。看来当年武安君虽死，竟然还留有孽种，难怪苏瑶这般苦心积虑接触龙殿。呵呵。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，待我取得龙符，不仅是龙殿，整个大夏都将为我所掌控。妈，你还真信陆北的话呀？他真是咱们集团的小保安，能有多少存款呢？瑶瑶，我看陆北倒是颇为不凡，要不然那个女明星能上门倒贴呀，肯定是有真本事。你是说，我们真能凭借这个奇怪的令牌，就能在龙殿银行拿到上亿资金？行不行？试一试不就知道了。两位好，请出示龙殿会员卡，我们龙殿只服务龙殿会员。妈，我就说不行吧，人家只对会员服务，我们根本就没有资格取钱。你们好，我们虽然不是会员，但是有这枚令牌信物，请你们主管看一下如何？谁要见我？
不知道今天龙殿圣女萧红瑜要下来视察，别耽误我的时间。黄主管，我们是来替我女婿来取钱的，有信物作为凭证。这是龙殿圣令。妈就说嘛，咱这保安女婿绝对不简单。原来叶少说的果然没错，还真有保安胆敢伪造龙殿圣令，还跑到老子的手上招摇撞骗。苏瑶，老子早就知道你会到处跟银行借钱，没想到你竟然真相信那个臭保安，胆敢骗到龙殿头上。我家女婿不会骗人的，黄主管，请你好好看一下，不可能是假冒。放肆！还敢狡辩？你是在质疑我的眼光吗？黄主管，你怎么可以随便打人？这不可能会是假的，我老公从来不会骗人。我呸！真当你那个废物保安是什么大人物呢？在龙殿面前，他就像蝼蚁一样可笑。不会的，你们肯定是搞错了。别垂死挣扎了，如果你们苏家真的没钱，不妨你们母女就伺候本少如何？一次3000，如何？不值！哼，真是不知者无畏。你们可知龙殿圣令何等贵重？而且一旦进入龙殿银行，就会引发异象，犹如武安君君临，又岂是这块破铜烂铁可以比拟？你现在求我，我还能让你舒服舒服。什么？云城竟有龙殿圣令问世？难道消失6年的武安君终于出现了吗？快，跟我进去。是。龙纹异象，难道这令牌？黄主管，这肯定是他们搞的鬼！一些假把戏也想冒充龙殿圣令，那个臭保安他配吗？不许你污蔑陆北，这一切足以证明令牌是真的。闭嘴！冒充龙殿圣令，这次不仅你们要完，那个臭保安也要被千刀万剐，打进幽冥地狱。差点还真给你们骗了。这龙殿圣令可是打开龙殿宝库、掌控亿万财富的钥匙，岂是一个小小保安能够拥有的？这块破铜烂铁一看就是没人要的地摊货，拿着都嫌脏了我的手，就应该丢进垃圾桶里。这是谁扔的？圣女大人。黄涛，你是想造反吗？圣女大人，我可不是故意砸你，是这个贱女人假冒龙殿圣令。闭嘴！有眼无珠的东西，此乃武安君亲自圣令，岂容尔等智慧？这令牌你们是哪里弄来的？这是我老公给我的，说是拿这个令牌可以调动龙殿银行的资金，帮助我们苏家度过经济危机。老公？奇怪，难道她老公与武安君有关？你想调动多少资金？龙殿银行的10000亿资金，你现在可以随意支配。这东西的权限这么大，闺女，我就说这保安女婿深藏不露吧，你可得把握住了。且慢，圣女大人，你可能有所不知，她老公只是一名小保安，根本不可能拥有龙殿圣令，这枚令牌很有可能是伪造的。你是在质疑我的判断？不敢，只是谢战将马上也要过来，说是发现令牌是假的，恐怕事情就严重了。没想到谢不臣也来了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们一试便知。龙殿圣令乃是龙殿宝库的钥匙，若是能打开银行内的宝库，自然就是真的。苏阳，我劝你现在坦白还来得及。听信陆北那个臭保安，到头来只会害了你，害了整个苏家。我相信陆北不会骗我。怎么没反应？
我早就说过，那保安就是个臭要饭的，这圣令根本就是假的。圣女大人，这2人伪造圣令，按律当斩。来人，给我拿下！天哪，咱们家这是捡了个金龟婿啊！哇，真的打开了，令牌是真的，这怎么可能？黄涛，你还有什么话讲？圣令一出，犹如武安君亲临，你公然诋毁圣令，难道是要违抗圣令吗？不敢，小人知罪，我知罪，我知罪。苏小姐，小人永远不是泰山，小人该死。我可以原谅你狗眼看人低，但永远不会原谅你污蔑我的老公。请问苏小姐，你老公真只是一名保安？没错，他是一名退伍军人，一直在我公司当保安。那这令牌从何而来？我也不清楚，想来应该和他在逍遥王府当管家的战友有关。逍遥王府。你们干什么？我可是谢战将的人！冒犯圣令，谁都保不住你，拿下！萧红宇，你好大的胆子，连我的人也敢动！谢不成，龙殿圣令在此，还容不得你放肆！呵呵，武安君早已身死，这令牌也自然没用。放肆！你胆敢违圣令，我作为龙殿圣女，今日必要诛杀你这逆贼！东瀛武王，谢不成，你竟然跟境外武王串通一气，难道不怕龙殿的审判吗？龙殿现在都是我们谢家的，拿什么审判？苏总裁，你不是一直想要接触龙殿吗？今天我就如你所愿，带走。老爷子，佳佳的生父临走前可留下信物？没错，留下了一枚象征着武安君身份的龙符，瑶瑶一直带在身上。陆北，你是个好孩子，只可惜那武安君乃是整个大夏万人之上的存在，哪怕他已经失踪，瑶瑶也一辈子不能嫁人，否则我们整个苏家都要覆灭呀！原来他就是，怎么会这样？6年前，他父亲去了境外，就再也没回来。6年前，爷爷曾经告诉过我，佳佳的生父与龙殿有关。对不起，陆北，我要等那个男人回来。我要给佳佳一个没有遗憾的家庭。爸爸，你怎么哭了？佳佳，爸爸对不起你，对不起你。走，爸爸带你去找妈咪，以后我们一家永远不分开。武安君，小鱼儿这是死了吗？终于再次见到你了。别说傻话了，快告诉我苏瑶去哪了？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武安君，既然真的是你，你真的没死，难道你就是苏瑶的老公？武安君，谢不成勾结东瀛武王，刚才打伤了我，把苏瑶抓走了，属下失职，罪该万死。谢不成，竟然是他！老婆，你没事吧？臭保安，放心，苏瑶现在还不会有事，但是待会儿就不知道。叶凡，你们究竟要干什么？哈哈，你也知道怕了。我告诉你，臭保安，10分钟之后到北行1号仓库来受死，不然你就等着替苏瑶收尸吧。叶凡，爸爸妈咪是不是被坏人抓走了？没事的，爸爸带你去接妈妈回家。看来当年天门关一战惨案的主谋已经出现，立刻召回龙殿旧部，重整山河。是。苏瑶，等我。好漂亮的脸蛋儿，难怪就连那位都动了凡心，还和你生下孩子。你说什么？难道你认识佳佳的生父？当然认识，没想到你竟然还不知道他的身份，有趣啊！不过可惜，6年前他就已经死了。
死无全尸。死了，是你们杀了他！没错，他挡了我们谢家成为龙殿之主的路，他就只能死。只是我还没算到，他死前竟然偷偷跟你生了个孩子，甚至将龙符留给了你。龙符？苏瑶，交出龙符，说不定谢县将还能放你一马。既然如此，你们动手吧。我绝不可能将龙符交给你们这群勾结外敌、谋权篡位的野心家。你不怕死？难道你那6岁大的女儿也不怕吗？你们敢！你觉得事到如今，有什么事情是我不敢做的吗？你选择吗？活该！哈哈哈哈哈！真是龙符！哈哈，龙符在握，整个大夏都将以我为尊。烧了。事成之后，别忘谢家跟我们东瀛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，各地赔钱。那是自然，宁与外臣，不与家奴嘛。我呸！卖国贼，你迟早会有报应的。苏瑶，你是不是期待陆北能来救你？龙符已经交给你们，你们不能伤害陆北和佳佳。你可真是天真，今天你就亲眼看着那个小野种，还有那个臭保安一起死在你面前。苏小姐，我们已经在这里布下天罗地网，即便是武王强者，也不可能活着走出去。我就是做鬼，也不会放过你们这群畜生！宫本先生，听说你喜欢收藏我们大夏女人的人皮，不如这贱女人就送给先生了。真漂亮的蝴蝶，苏小姐，放心，很快你就会变成一件艺术品。等我们抓到那个臭保安，肯定也将他扒皮抽筋来陪你。宫本先生，目标出现！活捉他了，我要让他感受一下咱们叫身剑的绝望。看到这道耻辱的伤疤了吗？入库年田，你们大夏武安君留下的，现在他已经死了，你们大夏也将灭亡，而你们这些大夏的女人也注定沦为我们东瀛人的玩物。说到底，你也只是个欺软怕硬的鼠辈。八个！我现在就让你感受一下世界上最痛苦的刑罚。首领，好像不对劲，外面的兄弟全都失联了，他可能已经进入仓库。他们有多少人？好像就一个人。难道真是那个保安杀了过来？真是有趣。你看着他，我出去看看。汇报情况，人去哪儿了？别喊了，都死了。陆北，没想到这个臭保安真的敢来送死。苏瑶，你就看着宫本先生是怎么一片片切下他全身的肉。你究竟是谁？我记得我说过，犯我大夏者，虽远必诛。你一个东瀛人，竟敢绑架我大夏人，不怕死吗？看来你就是苏小姐那个保安丈夫。你以为你是帝国武安君吗？解决了外面几个小喽啰，真以为自己无敌呀？给我上，废了他！什么？我再问一遍，苏瑶在哪儿？可惜你来迟了，那女人已经被我扒皮了。她背后的蝴蝶很漂亮。
蝴蝶，我明明已经找到你了。你说一个没有皮的女人，你还认得出来她是谁吗？你惹错人了，臭保安！现在就让我送你去见她吧。我要你和整个东营都给她陪葬！人呢？撞神弄鬼！你究竟是谁？送你下地狱的人，该你了。全杀了！这臭保安是魔鬼吧？别挣扎了，宫本先生可是东瀛武王，路北再能打也得死。小子，我承认你很强，但是武王之下皆为蝼蚁。你们整个大夏，除了已经死去的武安君，没有人是我的对手。说完了吗？那你就去死吧！我告诉你，这把刀可是砍过成百上千大夏士兵的头颅。刚才我就是用这把刀把你妻子的皮给生生剥了下来，而你就是下一个。哼，去死吧！这怎么可能？你怎么可能？你罪该万死！等等，放过我！你老婆其实没死。什么？我只给你一次机会，她在哪儿？仓库后面，我没有动她，之前都是骗你的。谢战将，快来救我！连宫本先生都打不过那个保安。什么？一群废物！放心吧，苏家人在我手上，他不敢动你。陆北，你别过来！哈哈，陆北，这可是防弹玻璃，你能奈我何？等谢战将援兵一到，你就等死吧！臭保安，你个蠢货！我就算现在车里把你老婆睡了，你也只能干看你。别过来！陆北，别杀我！你女儿和家人都在谢战将手上，你杀了我，他们也得死。说什么？对我家人下手，你的下场只有一个。老婆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你怎么这么傻？我们只是合约夫妻，你为什么要这么拼命的救我？苏瑶，其实我们6年前已经见过面了。你的意思是？佳佳，是我们的孩子。不会的。刚才谢不辰已经告诉我，佳佳的父亲已经6年前已经死在了战场上。当年我其实并没有死。这些年一直在云城找你，当时我精神恍惚，我只记得你背后的蝴蝶胎记。我回来了，这些年
对不起。武安君，整个苏家都被带去了谢家举办的升龙宴，据说谢家要干什么？据说要拿你女儿季琪登临帅位。什么？立刻传我帅令，龙殿就务归位，踏平谢家！谢战将，听说宫本先生竟然失手了，那保安不会来你的登基大典上闹事吧？一切尽在掌握。若是那个不知死活的保安真的前来，我不介意亲手送他下地狱。那敢问谢战将，苏家以及这个小野种如何处置？苏家以后你就是家主，至于苏瑶和他女儿，都是当年的余孽，岂能不斩草除根？是，不臣，你真的拿到了龙符？不错，父亲。从今往后，我们谢家将掌控龙殿，君临大夏，成为世界上最强家族。哈哈，我早就说过，我儿不禅有武安君之资。逍遥王与昔日武安公交好，即便你有龙符在手，他恐怕也不会轻易低头。我已与境外4大武王暗中达成合作，这老东西敢反对，我第一个拿他祭头。斩龙剑在此，如武安君亲临，敬武安君，敬忠魂。敬武安君，敬忠魂。谢不臣，你为何不跪？难道是想造反吗？就凭我手中的龙符，自然可以不跪。没错，我儿得龙符，当为武安君。而你逍遥王，莫非想拿前朝的剑斩我本朝的臣？6年前，武安君被境外4大武王联手谋害，尸骨无存，10万将士血染沙场。如今我儿历尽千辛寻回龙符，理当成为新一任武安君，重铸大夏荣光。当年天门关一战，武安君失踪，龙殿10万精锐损失殆尽，全靠谢不臣战将独当一面，成功阻止了4大武王入侵大夏。如今寻得龙符，自当为帅。父议，天赐龙符，谢不臣为武安君，乃是天命所归。不可！诸位将士，外敌未灭，不臣何以为帅啊？谢战将，只有你登临帅位，才能带领龙殿为当年的武安君和天门关10万忠魂报仇雪根啊！卑职叩拜武安君。你们可真是害苦了我啊！这斩龙剑乃武安君佩剑，自古以来，龙殿之主都需要拔出此剑。谢战将，拔剑即可成礼，请吧。逍遥王，这斩龙剑非真龙血脉无法拔出，你难道是在故意刁难，扰乱军国大事吗？父亲，当年武安君可以拔出，我哪怕没有真龙血脉，也可以。不用试了，谢不臣，你配不上斩龙剑。武安君，陆北，你假冒武安君来救佳佳，万一被发现怎么办？放心吧，老婆，一切交给我。谢不臣，本帅的剑，你还没有碰的资格。你真的是武安君？不可能！谢老，您不是说武安君已死？难道这世界上还有死而复生不成？6年前，武安君明明已经身亡，他不可能是武安君。怎么？难道我当年险些身死与你有关？武安君之死，乃是境外武王所为，与我何干？妈咪，爸爸，佳佳在这里。佳佳，完了，这下陆北的身份要暴露了。好啊，原来是你个小保安，竟敢冒充武安君，真是好大的胆子！我现在就可以将你诛杀当场。来人，将他们先拖下去，以正军法。
谢不成，你如此急着杀我，难道是担心我们揭发你的罪证吗？武安君，什么意思？难道谢家图谋不轨？胡说八道！一个臭保安也敢污蔑本战将，信不信我诛你九族？就在昨日，谢家勾结东瀛武王宫本13郎，欲置我和陆北于死地。我想问问，这事儿你们知道吗？谢不成，你有什么需要解释的？逍遥王，你是信一个商女，还是信我？王管家竟然真是逍遥王，那陆北……什么？宫本13郎？那不是大夏死敌东瀛武王吗？谢不成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哼，我图谋不轨，我倒是觉得此人才是受到境外武王指使，前来破坏受我龙殿换帅的大计。没错，陆北，别装了，赶快摘下面具吧！你说话的声音已经暴露了，一个看门狗，你装什么大尾巴狼？小子，当年武安君被境外武王谋害，他的遗物都被敌国缴获，而你一个保安，如何能够拥有武安君遗物？此子肯定就是收到境外武王指使，想要冒充武安君，企图吞并整个大夏。谢不成，我今日前来，除了救我女儿，只为一件事。当年天门关一战，我后来虽然遭人暗算坠入深渊，但早已率领龙殿10万精锐击败10倍兵力的4国联军。为何最后的战报上显示龙殿将士全军覆没，竟无一人生还？什么？难道当年击溃4国100万联军，并非谢不成所为，而是武安君？胡说八道！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臭保安，不仅假冒武安君，还敢抢我儿的战功，活得不太烦了吗？功劳？谢不忠，你当时手上只有区1万兵力，如何抗衡100万4国联军？可笑！够了！这臭保安也敢污蔑本战将，给我拿下立正军法！诸位龙殿将士，昨日我亲眼所见，谢不成早已与东瀛武王签订不平等条约，私通外敌。我们夫妻2人就算死，也要揭穿他的阴谋。什么？不平等条约？这简直是天大的耻辱，最无耻的背叛大义！一派胡言！我谢不成对大夏一片忠心，岂容尔等诋毁？谢战将，我建议将他们就地拿下。命真大呀！可是为什么不能像只老鼠一样，乖乖躲起来等死呢？苏南城，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？谢家在私通外敌，你帮他会让苏家也万劫不复。闭嘴！万劫不复的是你和这个臭保安，还有你们这个孩子。而我才是带领苏家走上辉煌的新家主。逍遥王，谅你曾经为大夏立下汗马功劳，想必也是被这无耻保安蒙蔽。你现在拿下他，我就当你将功赎罪。我说过，陆北就是武安君，我何罪之有？我不需要证明，因为马上。诸位，您听到了吗？这小子就是来捣乱的！臭保安，你骗得了苏瑶这个蠢货？你以为你骗得了在场的龙殿将士吗？诸位同僚，圣女殿下马上就到，她常伴武安君左右。你们可以不相信我，但圣女绝对可以一眼认出武安君。还想拖延时间，我可不会给你们这些滋事之人任何机会，直接拿下！龙殿圣女到！见过圣女殿下。
陆北、苏瑶见到圣女居然敢不行礼，你们是不是太猖狂了？真是放肆！将死之人，行不行礼都无所谓。圣女殿下，此人名为陆北，真实身份就是个小保安，竟然假冒武安君，企图破坏谢战将的登基大殿，其罪当诛。不仅如此，他们还勾结境外武王，乃是不折不扣的汉奸。哦，你血口喷人，明明是你们！陆北，你不是说自己就是武安君吗？那么就摘下面具，让圣女殿下看看，究竟是不是真的。怎么不敢了？一个小保安也想跟我争夺武安君之位，你配吗？陆北，这没事，看着吧。请圣女殿下裁决。既然你们想看本帅的真容，那么我也该看看你们这些老鼠人了。现在看清楚，武安君，不可能！当年我亲眼看见他坠入悬崖，死无全尸。原来当年的事你也有关系！来人，给我将叛贼谢不琛拿下！我看谁敢！叛贼！天下只认龙福。我承认武安君当年的死，我插手，但是又能如何？成王败寇。况且，若他真是武安君，龙福为何会在我的手中？谁都知道武安君龙福从不离身。放肆！我与武安君无数次并肩作战，生死与共，又怎能错认？哼！依我看，这一切就是敌国武王的阴谋，想要模仿武安君的容貌，并非难事。对，没错。试问诸位，如果你是一国武安君，会当个月入3000保安当了这么多年吗？难道你们在质疑圣女殿下的眼光？质疑？不，看到了吗？龙符在手，别说这个冒牌货，就是武安君真的活着，龙殿也是我说的算。大胆，给我杀！你又突破了，怎么可能？小子，倒是有些胆气，但你该不会认为我会被一张脸吓到了吧？我能杀武安君一次，就能杀第2次。你不是我的对手，现在回头，我可以给你谢家留个种。哈哈哈哈，笑话，一个假货罢了，你以为你能唬得住我？当年武安君执掌龙符，手持斩龙剑，号令天下诸雄，而我谢不臣诛杀武安君，如今更是屹立大夏之巅，何处不超越武安君那个废物？今天我就让你们看清楚，谁才是能够带领大夏走向昌盛的人。你差远了。请武安君执斩龙剑，诛杀奸佞。请武安君执掌斩龙剑，诛杀奸佞。好，冥顽不灵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用这把斩龙剑将你们的希望一片片割碎，让他的妻子眼睁睁看着，让他的女儿好好品尝，让整个龙殿记住忤逆我的下场。武安君，放心，这柄斩龙剑上承天命，下应皇权。
如今凝聚着天门关龙殿10万中，谢不成，他碰不。臭保安，收起你这一套糊弄人的把戏，难不成冤魂还会来索命不成？那就让他们来，活着都死在我手中，死了还能奈我何？看到了吗？我儿已经拿到斩龙剑，各位，此时不臣服，更待何时？哈哈哈！现在你还有什么话好说？冤魂在哪儿？我谢不成今日继承龙殿之主，天下就是我的，谁能伤我？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不成，你的身后什么？不是我，你们死了，你们已经死了！父亲，小子，你究竟对我父亲做了什么？做了什么？那就要你对天门关10万龙殿将士做了什么？龙殿的10万冤魂索命已经表示，他们不是死在了4国联军的战斗中，而是死在了你们这些自己人手上。你们真是猪狗不如的畜生！这，难道说那天门关10万将士竟真是被谢家父子所谋害？谢不成，你还是人吗？那些可都是我们同生共死的兄弟，你怎么忍心对他们下手？闭嘴！什么10万忠魂，什么冤魂索命，都是一派胡言！我谢不成，还轮不到你们这些垃圾来审判！好久不见，怎么可能？你怎么会有这种实力？明明手掌斩龙剑，身负龙符，怎么可能不是你的对手？污秽之心，奸邪之命，又怎么配执掌斩龙剑？你到底是谁？你死了！你明明已经死了！我我是个不负责的将领，也是个不负责的父亲，也是替10万忠魂回来向你索命的阎王。没想到啊，坠入万丈深渊都没要了你的命。但是你该不会认为，就凭你孤零零回来，拿着把鸡毛令箭，就能重新号令大夏吧？我父亲早已派人包围这里，一个武安军罢了，一个人还能杀尽我千军万马不成？谢不成，你是不是忘了龙殿旧部皆在？龙殿旧部青龙听令，参见武安军。龙殿旧部朱雀听令，参见武安军。龙殿旧部白虎听令，参见武安军。龙殿旧部玄武听令，参见武安军。你们4大战将不是早就归隐山林了吗？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？谢不成，你不臣之心，这些年武安军早已知晓。我们之所以退隐江湖，也自然是武安军的安排。外面叛乱的战队已经被我们尽数镇压。伏诛！哈哈哈哈哈！天大的笑话！我谢不成永不臣服。即便你真是武安军，那也不行。你们有底牌，难道我就没有吗？诸位武王，都出来吧！什么？4大武王？谢不成，看来你果然背叛了大夏，勾结外敌。你就不怕万民唾弃吗？万民唾弃？呵呵，很简单，我今天把你们都杀了，
又会有谁知道这些？陆北，你知道吗？当年天门关那10万将士刚刚战胜了4国联军，已经精疲力竭。可笑的是，他们还以为我是援军。你这个畜生，你要夺权，杀我一人即可，为什么要杀了他们？他们到死都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而死。其实很简单，他们对你太忠心了，不能为我所用就得死。废话少说，动手，一个不留。接下来交给我就好。武安君，不要太狂妄。我们4大武王早已今非昔比，联手杀你如屠狗。大夏有句古话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你若将你身边的老婆放给我，我可以考虑留你一条狗命。我也有句古话送给你：龙有逆鳞，触之必死。你们欠大夏的血债，必须用血才能偿还。爸爸真棒，打死这些大坏蛋！快，一起上，不然我们都得死！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们还是这么废物。陆北，小心身后！你怎么会知道？你身上的恶臭气息，就像噩梦，萦绕在我脑海这么久，我怎么忘得了？我明明已经超越你了。我封印已解，便是这人间武圣，再无敌手。传说中，武王之上，乃是武道的巅峰武圣之境，从此人间无敌，畅游天地。难道武安君已经成就武圣境界？哼，什么武圣，根本就是子虚乌有。少给我虚张声势，一起上，杀了他！今天他不死，各国动乱将再起。你们都是自己国家的罪人。这话你们倒没说错。联合谢不臣杀我大夏10万忠魂，岂是你们几条命就能解决的？今日过后，我会带兵踏平诸国，全当为我大夏忠魂献礼。这只是武圣的力量吗？今日诛杀4方武王，扫清龙殿逆贼，昭告天门关10万忠魂，大夏永昌，天下太平。恭迎武安君归位。爸爸，你是我和妈咪的大英雄。老婆，我还欠你一场婚礼，明天就给你补上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武安君，终于可以和你在一起了。这一次，小鱼儿再也不要和你分开。放开，陆北可是我老公，如果北哥同意，我不介意我们3个人一起生活。瑶瑶，我就把她当妹妹，你相信我。陆北，没想到你竟然是武安君，那我以后可就要嫁给你。什么？你疯了吧？你看，这是当年你龙殿的师傅跟我爷爷定下的婚书，你可不能反悔。佳佳，听说你想去游乐场，爸爸现在就带你去。